看看吧，肚子几日嘞？还只个1个月、2个月，转来5个吧？都5个。那5个啊？哎，我不缺啊。给。老公哎，我要是想我的，还调我屋里娘过来帮我接转来，好用吧？的。娘过我没家吧？没得着。没得着啦！哎，老就聪明啊，我缺个。你缺。给2年小调转哦。我2、3个月不转了。哎5个啊？5个。去呗。哎。老爷为娘高挑，我阿弟同我讲着呢，给老爷这个人在屋里呢，叫我大家照顾呢。我问给过个，个老爷讲我照顾5个啊，还给我自己兄弟不照顾，家人照顾哎，像我答应过哎，还我调不照顾哎。